欠樂少2000萬，陳冠希死拖。陳冠希淫照風波過咗5年，聽講當年佢就俾廣告商追討1500萬嘅賠償，好彩老細林建岳幫佢頂住先，幾年來積積埋埋成2000萬，不過佢1毫子都冇還過喎。呢幾年 Edison 北上揾到錢，喺大陸夜場唱20分鐘歌，輕輕鬆鬆30萬落袋，招呼下班大陸 fans， 同人握下手或者俾 fans 摸下手仔咁，閒閒地1個月賺成200萬啊，幾好執喎。雖則話就揾到錢，仲月租10萬同鄭伊健做埋鄰居，但係同樂少一齊開嘅多媒體公司連數都唔上報，仲將 office 搬到黃竹坑1500尺嘅單位，比原先大成3倍有多啊！聽講租金都要30萬1個月，有錢唔還債主樂少梗係興爆啦。Edison 事業同生活逐漸回復正常，女友又換埋，冇咗楊永晴 Vincy， 換咗個台灣妹 Ann， 仲公開話同人結婚咁話喎，有錢開鋪，有錢住豪宅，有錢結婚，難怪大老闆樂少都睇唔過眼，要揾中間人幫佢追數啦。